各位乡亲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王小 K， 欢迎大家收看今晡嘅暗夜新闻。新闻界一开始提醒兔年乡亲朋友来看到客家焦点。儿童节就会到来哦，为到本小朋友有一个东南天平体嘅儿童节。客家天时系老，特别是客家文化主题公园，强下举办的哔哩啵咯通有客家儿童嘉年华的活动哦。唔但将系强烈的苗栗、云林带着客种嘅小朋友来表演国家强调嘅客家童谣，同时间未到大家宣布讲遵守儿童嘅客家学习苗，基本也正式上线了哦。那摆小朋友是会跳过哔哩啵咯儿童苗来学客话，读汉卡里片嘞。对新竹六家贵州留嘅小朋友打扮咗土味用嘅，徒步台行要唱要跳牛片腔嘅客家童谣。除咗牛片童谣以外，美容队苗栗、云林、屏东、花莲也有客家中类嘅小朋友，也有表演自然、海陆、太埔、牛片、周安5种腔调嘅10条童谣，韩国也有歌曲，还會到做 CD 嚟發行。佢上個係咧上天時，所以佢當認真來練習，所以禮拜活動其實當歡喜當上練習，也比較有興趣。因為你本地是希望講，係唔係客家天使做得為小朋友多做一啲嘅事情，故所以你希望講，嘟好兒童節，你嚟老太家講，你就用站開始咧，幫讓太家嚟用。土兒童節前，也仲有客家電視同特別是客家文化主題公演，向下辦嘅兒童嘉年華活動，還請嚟客家卡通人工嘅結成員，同小朋友向下嚟衝衝跳跳，無論睇完節日，做盡田定節奏嚟跳舞，蠻見到眼神氣。因為我是從 Facebook 上面知道說這邊有那個客家的相關活動，那因為我覺得客家本來文化在台灣文化就蠻特別，我就會給小孩子平常就在聽客家歌，然後今天有活動就想說一定要帶小孩子過來玩這樣子。對童謠、歌玩遊戲、親子 DIY 也有發通，帶領小朋友認識客家，並打棒發通嘅通關美語哔哩啵咯，老太家講客家電視規劃嘅哔哩啵咯兒童苗，每到今日起始開通，並站內容有5種腔調嘅客話發音，這遊戲同樣片也有互動學習內容。我哋小朋友隨時就作為哋強壯認識客話同客家文化，確實做到模擬向下當見嘅目標。客家新聞報小康吳子怡特別報道。